市民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新声》节目。人讲食饭皇帝大，可见呢这个饮食哦，对所有的民众来讲是多么的重要。那么今天呢，咱市民新声节目哦，台南知名企业家的专访当中呢，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几位哦，是咱台南的这个餐饮界的龙头老大，也是我们台湾餐饮界的南霸天。那我们现在就来欢迎东东餐饮企业的李日东董事长，欢迎您。亲妹妹好，各位市民的好朋友，大家好。哇，非常欢迎董事长，有够无简单的要邀请哦，我们董事长来上节目，真的很荣幸哎。好，那一开始哦，当属定，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东东餐饮企业到底旗下有多少的这个品牌，非常的多，是不是？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哈来说明一下。好，我大概先大家介绍。大家知影讲东东，我伫1992年，就是咱的民国82年，创立第一间的东东粤菜。对。那东东粤菜了开始，才个进入有做韩式料理的东大门。才陆续才个开东专一次，才个开西餐。不用天师，才有开东家日本料理，还有转角火锅，对，还有咖啡，咖啡in house有咖啡，对，陆续也有加做宴会，足多，所以阮即摆拢总品牌有10几个，对，有10几间店嘿。哇，对啊，所以真的很多都是我们东东这个餐饮企业的旗下的这个品牌啊。当然，咱知影讲你除了经营这餐厅和你这种的餐厅以外，其实呢，你对我们台南府城有开发出很多的伴手礼，相当获得好评呢。那今天有带来到现场，是不是也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好，我今天特别大家介绍一下是特定家哈。嘿。因为我伫尾仔期就有创立一间叫做府城食府。对。那府城食府是咧做啥呢？伊就是咧甲咱台南遮好食的小吃。咱古早嘛还有酒家菜。所以我一间叫府城食府，为啥叫府城食府？就是代表府城。所以府城我像那个概念是甲做这间餐厅伫咧华平路遮。已经原来有8档啊。所以即摆是目前台南市那外客来食小吃。要食咱道地小吃有几个小吃嘛有2、3个都给当食。所以因目前即摆是量上多的一间餐厅。为着安尼了，我甲创立遮济，在这咱伴手礼，我讲来介绍。好。上顶原遮就是迄个虱目鱼，我甲叫做三米鱼。三米鱼。沙排鱼，较早叫做三米鱼。我甲沙排做成沙排鱼干。沙排鱼汤会较特别，所以是完全文创产品。来这个就是四季红，这是四季红，它名字叫四季红，就是有4个季节的，就是水果。水果。那夏天就是春天就是凤梨，夏天就芒果，秋天就是那个龙眼，冬天就是香蕉。它里面就有4种水果做的酥，它就是四季红。是。那上面这边是咸咖啡，是我是盐田子弟嘛。就是咸的咖啡，咖啡是咸的，也做了10几年，那现在量还不错。再接下来这是一个健食品，是文创商品。那健食品里面除了我们是古早味的饼干，那个翁来饼，吃了的时候你的会当个在，类似像安尼，它是用纸浆做的，会当，咱送人了人吃了可以当加伊涂上颜色，当做成。咱即摆做成，咱即摆所调这个吊饰。的吊饰。迄种吊饰。搁再来这个就是咱的台南饼，这台南饼较早大粒，我来甲创迄碰饼嘿，个过来饼，我来改良叫做1粒做3粒，变成4粒。就比较小颗一点，不会像之前那么大。甲包装、改行销，即摆卖的都非常好，卖到最好。来这个就是我有得奖，这个就是咱的。台南的古早味叫做打面，所以内底你看是有先一个打有哈，对，那个包装好特别，迄箱是低的对啊。安尼送人的时阵，迄个感觉是一种怀古的
对啊，怀旧的感觉，啊，内底是有卤卵，吼，啊，等于就当送人，咱煮了一碗大面，这内底有卤卵嘿，这叫卤卵，啊，所以我为着遮，甲要行销咱台南府城，所以甲创立，抑佫有，但我今仔早一部分来，对，佫10几项，拢是为着咱，互咱台南啊观光客来，因足侪咱嘛要做员工，是毋是来甲咱台南？拄来佚佗了，咱会当用透过咱的这啥物啊介绍这咱的观光客，啊，互因甲咱的物件炸起，来行销咱台南安尼。对，真的很不简单呢。除了说咱的观光客，还是讲咱在地民众会当去你的餐厅来吃物件，品尝这么好吃的东西以外呢，我觉得很不简单，就是董事长可以把我们台南非常有特色的一些包括虱目鱼啊，你看像咖啡啊、烘饼啊，还有大米啊，旺来收，哇，这么多的东西，还有水果，全部把它做成这么棒的伴手礼，融入哇，这对，还有秋类，对，还有融合我们一些什么健师等等，真的很有特色。你看我设计，你看这设计起啊，拢是互咱较早古早阿嬷迄个布无，客人啊，这个对，这种布花布，感觉拢是较咱古早味啦。我哋做拢较古早味。对，这样的伴手礼拿着要家己用，要送人都觉得很有面子，而且很有纪念性啊哈。然后上面还附筷子哎。对啊。对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做主的免去找你。对，所以董事长你们是用了很多的心思在做这种文创商品，对不对？对，我内底公司有专门设计，啊，就是为着咱这的咱台南这的农产品。我来讲这个沙白鱼怎样做安尼？沙白鱼就是讲啥，咱拢用食沙白鱼肚。对。啊，沙白鱼较正了，还有人要食，遐肉较涩，啊，然后甲做成沙白鱼干、沙白鱼汤。啊，所以这嘛是一种甲运用，要哪去甲遮的咱的农产品、咱的渔民这物件，要哪去甲伊变成一个商品，会当卖出去安尼。对，哇，真的是很不简单哦。所以其实讲到这个李日东董事长，很多人都知道说他在餐饮界真的是南霸天了，这个地位是屹立不摇。但是可能有一寡人唔知影讲，其实你其实小时候是家里比较就是比较贫困一点员工的小孩嘛，然后也是半工半读来完成家己的学业，所以其实你是吃苦过来，对不？所以你的故事其实足侪人想要知影，你是不是甲咱讲者？你细汉的时阵家境是较无好，对不？我来介绍，我出生伫迄个台南市安南区，安南区叫做四侧盐埕，四侧盐埕遐，四侧盐埕，啊，细汉就是拢。拍盐嘛吼，啊有真正有拍，我真正有拍过盐的，真正有对时大人吐盐。就是时大人咧做盐工啊，阮时大人拢做盐啊，有细汉吐过盐，吐盐真侪人听无，吐盐个打盐，爱打盐。所以细汉我是伫迄种迄个咱的庄脚迄种拍盐迄种生活大汉的，啊所以阮的庄脚的资源较少，啊所以。应该自细汉就会当讲较刻苦耐的，较会甘去食苦啦。啊，所以迄阵啊，就因为阮厝里兄弟姊妹7个。7个。嘿，啊，所以爸爸就是食迄个台盐的头路，啊，所以要饲7个囝实在无简单。对啊。哟，啊，就民国69年我高中毕业时阵，就对爸爸出来放弃盐工，阮爸爸就无做盐嘛，出来台南。开始，阮爸爸出来做生意，我就开始搁出来食头路，去学西啊去食头路。去学西啊食头路啊，半工半读。半工半读啦吼，啊，你迄阵食啥物头路啊？你迄阵就是半工半读。我伫国中的时阵，第一份头路就去，较早的迄个选择楼打工，就去做暑期迄个，就是暑期。迄个啥？算工读生、实习生安尼。迄阵钻石楼是伫咱台南大餐厅呢。出名对，吼。啊，所以迄阵你对餐饮业有兴趣。迄阵啊嘛，毋是讲对有兴趣，迄阵啊。对，多好有迄个机会。拢听是大人，是大人叫咱做啥，咱做啥。啊，就做啥就对啦。啊，就甲你载去，啊，就去学西感觉一阵啊。啊，就接触，就接触到餐饮业个一阵啊。哦。从那时候就开始开启了餐饮这一条。不归路，是很好的路。所以其实伫钻石楼打工的经验就是让你以后对这个餐饮有产生的兴趣，就对。
应该讲是较早吼，迄种时代，伫民国60几年、70年左，抑个台湾的经济都还未起来阵，其实有头路食，你就足欢喜啊。嘿，迄阵啊时代，应该整个经济还未起来阵啊，有头路好食，就算袂歹啊。所以做拢，咱怎啊做囡仔是拢做咧做事咧学功夫拢做认真的啊。嘿，对啊，所以。照你的个性看的，讲你做什么代志，其实都是很认真、很投入啊。然后也这样子，真的很辛苦半工半读，对不对？然后后来就是说，你好像有一个契机，就是到日本去，对不对？这个对你来讲非常重要，是不是也跟应该讲啦，我伫咧台南了，要做兵进前，伫咧剩差不多8、9个月阵，有一个机缘去台北。台北即卖6条通一间叫做龙都大酒楼，迄阵啊我就是。看，迄阵啊，台南选入一个香港师傅，就是伊真介我总问我要去台北，去拍拼无？一听就讲好，人生第一道的土炮头早水就是去台北，伫咧做兵前去9个月，所以我迄阵啊，伫民国迄阵啊去伫台北，民国72年，民国72年，阵啊去伫。迄个台北到73年，我73年去做兵的，所以伫迄个时阵，我民国73年，我一个月就赚23000。哦，你迄阵23000，无人相信我当赚23000嘿。对啊，很多哎。迄阵啊做认真赚钱的，只要啦有时间，就是无休假，就是拢想要赚钱，就是拢做工课安尼。拢想要赚钱。民国73年，我伫台北就当一个月赚23000。哇，那个所以咱现在来讲22K， 即摆22K，完全来。你也看，迄阵啊薪，会记你较早的薪水平均拢差不多伫6000块上下，6000对，6、7千左右，6000块，赚23000，可见你有多认真。迄阵啊是做兵前的，后来你就去做兵嘛，对不？做兵了，才随转来随，想要做头家，有一段3个月尔，甲赚的钱妈妈甲阮缀回去写回去。去随去牵人公家进餐厅，3个月就关起来嘛。毋是无关起来，就算无迄个结果无好啦，就是无清楚怎退股。就退股啊。钱嘛拢无摕到，就去日本啊。第3个月就牵一个朋友去，讲要去日本，就去日本。甲一阵啊，日本我伫日本5天才转来。迄阵其实吼，你讲要去台北你就去，要讲要日本你就去，但是日本是出国呢。无，我要去台北迄阵啊时阵，我袂讲了这段，就是讲当我摕到定金6000块的时阵，足欢喜。迄阵啊，拢骑脚踏车，骑脚踏车骑咧，冲啊，转来厝诶，甲妈妈讲，妈妈，我要来台北。妈妈讲，你先啊，甲恁老爸讲，就。去甲爸爸讲，爸爸无你但无欢喜无答应，去甲你骂你知无？吼，阮爸爸算庄稼人较粗，叫骂就讲你甲我问讲，你若甲我去台北，我靠甲你要钱，哇！迄阵啊，心啊毋知从要安怎，所以阮迄阵啊伫台北迄阵啊学厨房有20个师傅内底有16个是香港人，4个台湾人，我是4个台湾人中其中一个。所以阵啊，毋只会另外一个甲我过工啊，请问讲，你要安怎办？我爸爸无我去，伊讲逃走啊，伊讲吼，遐逃走啊，所以毋只会。所以是真正逃走诶。迄阵啊时代无迄个即摆核心，迄阵啊叫做5303那个野鸡仔车。迄阵啊，就暗时伫咱台北车头，我台南车头遮坐迄个野鸡仔车，坐去到台北车头。吼，迄阵啊应该是青色的迄种迄个长途电话啊。到坐到7点外坐到台北12点哦，落车了，敲电话转去，妈妈接的，你佗啊？即摆来，我即摆就死紧来甲老爸讲，阮爸爸电话接过了，伊但无甲你讲啊，就好骂了，甲你讲你也转来靠甲你要钱，所以过拢毋敢转来。拢毋敢。拄啊到了收了兵单，甲转来做兵，所以少年都有即种，即个戆大，就想要出外去拼，去拍拼做工课，迄种。真正无简单嘞。哇！所以后壁要去日本，其实日本嘛更大的勇气呀。无嘛是偷走，拢无赞成，嘛是赞成，拢无赞成，就硬着头皮的去。真的做大呢，因为日本毕竟是外国嘛，对不对？
迄阵啊戆大，咱讲这即摆叫我唔敢，真我唔敢。所以其实到日本那一段时间，我们知道说你受到日本有足大影响，对不？这个部分甲咱讲一下。去日本这5冬其实，打过迄阵啊吼，天气冷还佫袂合。吼，我非常着讲打过迄阵哦，住喺迄个宿舍吼，迄寒到骹，暗时拢爱存到迄个日本诶，咱日本毋是迄柯达斯迄个岛啊，下骹着有迄电火会烧，拢冚迄个暖火迄布啊，暗时骹拢爱存内底，头痛就我咧困。打过拢是安尼，所以也是很辛苦。所以经过日本这5冬回来，伫这5冬真正学着看着日本人伊按部就班迄种敬业的精神，吼，其实学真济。我会使讲改变我的人生，应该是伫这段日本这5冬，是我整个改变我人生上大的这个阶段。迄5年是真正。迄阵啊，还搁咧吸收一寡社会经验的嘛，所以阵啊，拄啊出社会，拄啊做朋友就过伫日本这段，是真正改变我整个思想、想法、甲做法的一个这个转捩点。对，其实你当下去日本，你迄阵敢讲日本话啊？我迄阵啊，袂晓，拄当会晓单字，会晓迄个简单的讲呢。50几。阵啊，想要过着，逐工你拢拢足认真，逐工就背，逐工就看。到遐就是一边和人讲话，一边学搁较紧的对啊。到遐过着先去读语言学校啊。先去读语言。一边拍工，一边读册，一边日时读册，暗时拍工。所以你迄阵做的工课嘛是？暗时拢做到12点。嘛是做餐饮业吗？你去遐咧时阵，伫迄个观光的公共县大，就是迄个观光的迄个大楼。拍工拢就是做一寡服务业，较毋免用到语言啦。好，迄阵啊，过日本，大部分咧做的工课拢是会当先做的迄种工课尔。对。佫有实在才有同，才有即种工课好做。你若无实在，我嘛真感谢我即位我的做兵我的好朋友，因阿姑伫啊，所以我阵啊拄伊牵伊过，伊甲我招过。人生伊嘛是我一个贵人啊。伊若无来找我，无来招我做阵过日本。我嘛，你何德何能，咱会当去到日本？所以我嘛真感谢，即摆感觉是非常好的朋友，甲即摆拢个联络，是讲有即个机缘伊过，因阿姑伫遐，因阿姑伫遐有只大楼嘛，所以有足侪种的即个头路嘛，以后拍进口失落度，卡布水和地路全部，因阿姑真侪种的行业，所以。随便伫遐拍工，伊就互你拍工安尼。所以你伫迄头做过做这种的行业的对啊。我会拢拍暗时啊，就是拍工，所以拍工就是讲对一搭，有需要迄个人力啦，佮苦力，你就去做安尼。人若无要做的，人休假要做，你就起来做。所以伫日本的时阵，人几乎拢咧休假。我伫日本几乎是除了读册以外，暗时啊是暗时啊工是30工只有休无1工啊，就几乎拢是这样的。别人的班男上，我来上。别人上，少年阵拢打想要趁钱啊。拢打想要趁钱啊。哪有可能想要去佚佗？想要拢无，拢想要做工课。哇，好辛苦。对，但是安尼你伫日本，你感觉讲，后来你好像也娶了一位日本的老婆，对不对？我在日本结婚了，才第5年刚结婚了，才回来台湾。回来台湾了，甲创业。开第一间的东东粤菜。东东粤菜开伫下林路，毋是即摆伊较早反应大间，是一间细间的，伫迄108号，伊迄地卖30几片尔，所以迄阵啊较6、7块倒啊尔，打第一间的东东粤菜小馆。所以迄阵开即间，跟你伫日本的经验嘛有关系嘛？应该无啥关系。无啥关系。应该开即间来讲，应该是伫我打半工半读选择楼学师工迄阵啊，所学的也是甲做出安尼尔。所以我少年咧看物件咧学物件真紧，所以我会选择叫做，因为较早选择楼是做广东菜，做盐茶，所以我毋才会去转来选择你，因为会记拄我结婚了，转来毋知讲要做啥，要接爸爸的生意嘛毋是，到尾啊，厝诶讲无你着。厝咧卖海产，咧做海产生意，无你就去开餐厅，所以毋才去选择迄间去做去开迄间餐厅。开始开餐厅。你号名的时阵，号3个名，
互新民讲要号啥物名，啥物名，啥物名。对。啊，结果拢跋无买，啊，尾仔问妈妈讲要号啥物名？妈妈讲，啊，若号无名，就简单，你的名叫东东，叫亚当，你叫东东得啊。啊，妈妈都来讲安尼，啊，然后好，啊，无就号叫东东。哦，所以是你的名叫李日东，叫东东。对。啊，所以迄个名是安尼啦。啊，迄阵啊，迄字眼甲怎啊做甲迄阵啊，啊，无东东名都爽的啊。可是啊，叫久就袂爽啊，叫久就袂爽。无较早你若即摆迄做啊还袂爽，啊，无你若无做个，你东东就爽啊，你跟东东很活泼，很怂啊。对，但是好记呀哈，但是做成品牌以后就觉得它很高级。对啊，对。对，原来是这样子来的。哇，那其实你在做第一间餐厅的时阵，迄阵是有趁钱吗？第一间餐厅都有趁钱吗？回想第一间餐厅吼，讲到这有一段故事。迄阵我做生意袂晓，也无啥晓计算啊吼。啊，着订迄美女的时阵吼，有几个菜拢袂晓算。卖一道菜吼，爱了10块。计小订伤低对无？嘿，毋是成本算了毋对，算唔对哦。对，啊，就是阴错阳差嘛。啊，画物件是正常有趁钱，所以自开门开始做，迄阵啊，当第一间我毋处理了之外，讲咱他才开来时吼，较早拢会互印象就啊，逐工拢排队，啊，逐工平常拢排队，都生意足好，你知无？足好啊，拢排队，啊，就是像讲奇怪，拢排队，那生意。遮好，啊，然后做来拢无趁钱，你知无？啊，再慢，毋是，啊，就是因为啊，你若知影，你就做袂落啊。你条要卖互了钱，你条要卖互了钱，你卖袂落。比如讲，我讲的吼，一个迄个黑球，啊，明明的成本的120块，对不对？对啊。啊，你卖101块。101块。啊，是毋是了10块？对啊。吼，啊，迄你若知影，你明明知影时，你卖袂落，啊，就是戆，啊，就毋知影啊卖啊时阵啊，人家会吃亏，我讲吃亏占便宜嘛。啊，咱就吃亏嘛，啊，客人占咱便宜，因才会来。对啊，客人想说，哇，这个怎么这么物超所值啊？对不对？啊，阴错阳差啊，来起来，是真正是。哇，安尼嘛是真的运气很好。我要几档诶，要安尼我到后来才发现。嘿，我啊，慢慢。我想海迄个成本都无。迄若照你讲做生意是爱安尼啊对，因为你爱互消费者有迄个，就是占咱便宜。对。啊，咱个无吃亏。啊，就是有好处，因才会利用，因才来啊。对，所以其实那时候你是不知道，现在很多店用这种策略，它就几样卖的超便宜的，但是它就是可以吸引客人来。但是有人做咧，有人做袂落。对不对？对啊，做袂落啦，嘿啦，为你听卖袂了钱，你卖袂落啦。即摆啦，你要卖落，你开店就是要趁钱，哪有可能？啊，无你也得讲，我开店我要先了几个月，啊，才开始趁钱。哇，那你真的是很幸运哎，对不对？生活运啊，生活真啊。对啊，所以那个就是东东，我们粤式小馆已经建立起它的口碑之后，后来你个开一个韩式料理的，对不？应该安尼讲啦，应该是即间做头一冬外，细个间仔尔，生意足好嘛。迄几底啊就2满的，啊，才去做伊对面。啊，做伊对，较甲做一冬外就甲做伊对面，啊，伫咧做伊对面进前，我已经毋是做迄个粤菜。所以我较早有一个笑话，就是讲，我早要有赤子之心的时阵，就是要开4间店，就开咚咚、叮叮、当当、锵锵。所以当初还阁开伫对面迄间店是生意好时，随开对面随间叫当当火锅。哦，真的叫当当。嘿，迄阵啊咧流行那个石头火锅。哦。所以我们在开石头火锅，啊开啊哇，生意真啊开啊，我不要做侪间我开我。为了包围在我包围我边仔了，我尾仔再去做迄间火去做东外，啊规个甲即间生意好，甲刷过对面安尼。哦，是安尼来。原来是这样。所以我想来讲，啊袂使开叮叮当当锵锵啦，所以靠东东尔。哦，所以还是我真正有开过当当，真正啊，所以较甲即间小间刷过大间诶。啊，即间大间诶做16当4个月。真正拢足感谢咱台南市民朋友甲我支持，迄阵啊，即个逐工逐个礼拜生意拢真好。对，真的是。啊，我是做方便啦，迄阵啊做粤菜拢做小炒。啊，所以我迄阵啊做来生意好诶时阵，你知台南市才有迄个啥物豆豆来嘟嘟。对。多多，迄拢时阵啊伫我后壁出来。哦，就是模仿你那个。你有印象哦？即摆佫存有伫诶，佫存一个嘟嘟啊有伫。嘟嘟快炒那个。多多嘛无啊，豆豆嘛无啊，来嘛无啊。较早，阵啊我用迄个模式，新的模式，
就是讲用餐厅的料理卖那个路边摊小吃的价钱。所以现在你在就是另类操作，我们在都变成就是凶嘛，生意在好啊。所以我说后面还有很多人出来开小炒店，对，是安尼来。当初我的想法是安尼想法，所以我会来去买单来做这个宴会市场嘛，是因为应该讲的是跟我伫日本有关系。因为日本人伫日本咧办宴会吼，因叫做设定，因早时啊嘛会当伫遐好好的，暗时啊就变宴会变喜事，所以呢设定是喜丧都一在一起，丧喜庆都是叫当时迄设定的。所以我阵啊嘛感觉足奇怪，日本人咧包红包是包白色的白包，白包的白色的那个信封，对。所以因为我家己本身伫日本结婚，我嘛做过日本的新郎，也有家己参与着，我家己一当前开始讲要结婚，8个月要结婚，开始准备6个月、3个月，所要准备的过程甲流程了，开始感觉讲日本的结婚，跟咱的结婚是无共的。日本人是做隆重，咱台湾的结婚就是咱较古早啦，是伫厝的门口大破房大了，布置使叫来办得了。来欢欢喜，大家食了，问仔在你讲新郎啥物人，或是无啥知影咧。伊说咱减掉这仪式。所以我一开始做，我是甲东宴会市场，这宴会市场是我全国第一个号的。伊早无这个名。所以我当初要伫下林路东粤菜生意迄间的时阵，生意好的时阵，迄阵还有办的有小吃拢一直客满，所以我阵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讲要甲这个宴会，咱这个办的给独立出来。但是伫我日本回来时阵，伫日本结婚请人请了回来台湾，因为阮家族嘛算大家族啦，所以嘛是伫厝的门口共办迄个摆流水席，前后的老拢共封起来，讲离湖喜宴，迄个词，迄个请绕道通行，谢谢合作，咱早拢安尼嘛。所以感觉足奇，个大破房，像我结婚的时阵，伊个是8月天，太太个穿迄个和服，你知无？个做迄头毛拢管迄头毛和服，头毛，个中个转电风，你知无？转电风的时阵，就咱有摄影嘛，吼。摄影的时阵，你即摆事后看时阵，咱拢咧。头安尼摇来摇去，咧闪电风哩。所以搞到规身我嘛咧想讲，咱敢结婚敢一定爱遮尔忝嘛。所以我就来甲伊思考，所以毋才去创立这间东宴会市场。宴会市场的名是因为日语叫做宴会式酒，所以宴会式酒就是翻中文叫做宴会市场。所以当初要这市场吼，咱若无看着你会讲市场，就菜市场的市场。所以迄阵啊，爸爸嘛就反对你号这个啥物名，爸爸迄阵啊嘛讲，号这个，因为咱南部人的市场就是咱咧办丧事无，某某人你的市场搭好啊无？咱较早咱的历史讲市场就是咧办丧事，咧迄处叫做会场，叫做广场，吼。咱伊叫婚宴会场，咱较早的名是安尼，所以这个名是我今仔坚持甲翻过来，安怎用个就翻转了这个在我们台湾人应该讲的是，现在全台湾的宴会市场拢是放我的，就是我第一个从你这里开始独立出来可以做宴会市场，是我第一个做的。对啊，所以其实一开始做这样都不看好，对不对？不看好，大家拢嘛甲我笑，拢甲你笑。这个少年啊，我迄阵啊，搁伫迄个。5期迄阵那个红高野外，你知无？边啊，我即摆伫遐，即摆拢起厝啊，无较早拢无厝呢。现在好热闹。较早拢无厝呢，较早就一间我厝伫遐尔，厝内拢红高野外，你知？我搁无去甲用迄泥风顶啦，啥物顶拢无，我搁用迄枯木无吼，用迄铁啊字乌啊去甲涂色灯安尔。看搁穿咖啡厅，无穿餐厅，无穿啥，拢穿咖啡厅。逐个拢讲我一件衫话，尾仔知影我是咧做办的，逐个嘛讲这个，知影我想讲这个少年拢找袂物件穿。系啊，刚开始无人看好。对。我的概念就是讲，因为我等下我嘛伫南英商工，我教过3档的册，因为我帮南英商工去创立餐饮管理
我会协助伊所以安尼了，开始我就有一个思维，就是讲要有这学生或者学生啊，有一个学习的这个平台。我算足早啊，20几年前，所以我来用迄个所在就是讲，我没有常态营业，我就是请几个专业，了接到这边接到了，过来这边做，提供互这个，所以像这台湾的餐饮管理科的这个学校这个科系，今麦这样发达，所以主要当初我的想法是，我一半是要提供给那些学生，互因来学习的。所以今麦做侪学生，佮看了去叫老师，我拄伫餐饮，我佮拄着，我佮去台北嘛，佮嘛得有着香港看到我，甲我叫老师，我也想你是啥啊？较讲较早是伫南部，咱因读个餐饮科的，真济，今麦北部也蛮多都是以前伫咱台南读餐饮管理科去台北的，真济。所以真的很不简单哎！你看一开始大家想讲我就是结婚，伫外口得办的嘛，顶多去饭店这样子吃一吃。结果你改这个宴会市场用出来了，今嘛真正是全台各地，大家婚礼的时候都想要去这个就是宴会市场这种场合来举办对不对？所以这个看李日东董事长想出来的，上早伫日本那个概念。真的是也是碰巧我在日本结过婚，然后有看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想把那个经历把它带，只是真的是我运气比较好，把它带回来，然后又把名字改成日本那种换成中文的名字，算是概念啦，算是也不是嘛，不是讲应该是讲咱做对早做就对啊。那真的要很有想法啦，所以要请教李董事长啦吼，就是讲你为安尼东餐饮吼开始创立10几个和你这品牌，然后中间有很多都是那个首创的啊，然后引领风潮的啊。其实你这样子，你有没有什么独到的经营的理念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应该安尼回想，应该是安尼讲吼。其实我即摆就是为做中餐粤菜。这粤菜我当初有一个想法，就是讲。因为应该啦，南部应该我即摆应该算啦品牌算上多的。因为我当初的想法真简单，因为我中餐做了好时，我延续我去做韩国料理。对。韩国烤肉，韩国料理。我阵仔是去韩国请韩国的师傅请回来。师傅我聘请一档。我足悬的薪水，就是教咱台湾人教三个。伊无可能长时间伫咱遮食头路，所以阮的物件是原汁原味，是为韩国请师傅来，我泡菜请伊来教的。都很道地的韩国的。阮的物件甲即摆拢保持是拢，包括遐辣椒酱拢个酱港的韩国拢用进口的，所以阮为要遵循这个韩国的做法来做。所以我阵啊韩国料理做了，再去做迄个东家，就是。东就是我的东啦，对。家就是阮某叫家世子，叫卡优狗，家嘛，叫东家日本料理。所以日本料理，我无甲全部做日本料理，我的想法是讲和汉嘛，和就是日本嘛，汉就是中餐嘛，对。就东家和汉料理，就是讲，咱咧我做半套食到饱的，就是有中餐有日本料理做安尼，所以那时候是个概念嘛，一斤嘛做10几档啊。买这个应该拢是咧做讲含，咱的消费者，咱的亲朋友一个方便的，咱食饭的所在。来遮个做西餐，做迄个永恒天师。对。真侪拢毋知永恒天师阮的，阮永恒天师是咧做意大利面，伊本来较早伫消防局个过较偏啦，遐即马较闹热啦，无较早足偏的，遐算足偏的，消费者袂去甲遐。所以嘛，应该是台南市上贵的意大利面啦，嘛是上偏的啊。对。来这个艺术转角做药草火锅。就是比较健康舒适。健康舒适火锅，这个做咖啡，咖啡，咱有做咖啡馆，叫年咖啡馆，伫迄个文化中心。咱佫有做东转仪式，为即马台南市有去做鱼翅的这个。专卖店应该剩2间尔，应该剩一间府前路的迄个顶上呀，顶上还是
顶上甲我一间，应该台南市鱼市无人咧，无啥人咧做啊。公门独市较歹做，所以即马应该有是剩阮即间东专甲迄间安尼。所以还有东专仪式。好啊，再有做户外婚礼。好，我有做户外婚礼。啊，再来个延伸做府城食府。啊，府城食府就是我咧讲做这伴手礼。对，然后小吃。这种小吃，啊，甲台南文化改显现出来，吼，了解讲较早台南人的饮食文化是安尼。所以才过来去做东乐坊，我即马有2间东乐坊是，目前嘛暂时若盐茶，应该我即马我算我上大间。啊，高雄嘛，即马去做一间盐茶，对，东乐坊。啊，宴会厅高雄嘛去做一间2层的宴会厅，云顶。啊，来去做，即马最近搁咧装潢，伫红山要搁开一间宴会厅。即马红山即马咧装，搁要做正。所以已经从我们台南已经开始扩展出去了啦，哈。对啊，我搁合作到台北，台北即马101，台北101即马我做董事长，就是阮有一间迄个，我当初含迄个主动2个，阮几个合作去台北做，所以我即马另外一个合作品牌，顶先是。哇，所以这样听起来，大家都会想讲，一般咱做餐厅，比如说我们善于做中式料理就做中式，善于做西式料理就做西式的。结果你韩式的啦、咖喱、意大利面，什么都做哎。那你是不是有一套听说是叫做红鲟红鲟的理论哦？甲大家分享一下。应该我这段甲大家讲一下，甲前面大家了解一下。当初我的想法足简单，因为为中餐。对。中餐做到一直有韩国料理、日本料理、西餐的日本料理、牛排有意大利面、到火锅、咖啡什么都做。其实主要我的概念主要就是讲，我有一张迄个东东春节卡，我主要哪想讲免啊，互我的，因为我的会员只有8万的，但台南市有甲我付钱的哦，我的会员较早拢爱申请我的卡拢付100块。你若讲无钱，咱要足济拢足济，但是我这真正是有。摕我的付钱啊，请我的卡的。啊，我就想讲要互这张卡，互伊摕我这张准绝卡吼，就是有一个礼遇，就是讲，你至少伫我的餐厅，你今仔食中餐，明仔载当食西餐，后日去食意大利料理，啊食食韩国料理，食日本料理。是。迄阵的想法是安尼。所以伫阮的企业内底，我一直开这店，就是有这个动力，就是讲，让我的消费者，我的家己会员，会当摕伊的这张卡。伫我的企业内底，只会当，伊内底拢有优惠嘛，伊嘛当积点啊，还有优惠，甚至当去我的东迄个购物商城会当去买物件，你的点数嘛会当去折抵会当，比如讲我食物件一只，我10块1点，我一只我即摆很多点数了，免啦，我嘛当现场甲我的迄个点数折掉我的餐费，啊，我嘛摕来商城可以买我这些商品安尼，所以我主要想法是讲要安怎提供互咱的。我会甲伫咱台南这消费者有一个更较方便，啊，互伊，你逐工食我中餐，你嘛会鲜啊，对不对？你就安尼当拢你食，伊的用意就是要互伊伫我这个 team 内底去走，自己的餐饮。所以红鲟理论是安尼。所以我的红鲟理论，唔是红鲟理论就是讲，红鲟理论就是我咧讲的管理吼。所以你做起你甲我切个营1、营2、营3，所以我的管理模式就是讲。像东段一次粤菜，饮茶、宴会，因这种中餐拢属于营1，它同属迄个中餐，伊就是加有一部的人在管，那2部就是所谓异国料理，异国料理就是讲日本料理、韩国料理，加意大利料理，加这个迄个因这异国料理，我食较饱，这泰国，我才有做泰国料理。啊，这个异国料理就是属一组人在管，所以他们的人比较能通啊。食材，因为食材嘛较通采。啊，营3就是较简单，较轻食，就是火锅、咖啡，面包加就属营3，这是较轻食的，较西式、较轻食。是。叫较轻食的营3，所以我有分类。那红鲟理论就是讲，当我这红鲟啦、八哥，我这企业伊的八哥。所以我有10批卡嘛，10批卡，我的卡若是等于是我的迄个细间的店。如果这一间像我这嘛一间无好，我只有切掉一只脚的时候，我剩下9只脚，
不会影响。好在其实第2只脚也不好，那我还剩下8只脚，8还剩8只，还是可以。好，但是它还有一个好处，只要你辛苦啦用8个的时候，时机怎么无好，我一支无好啊，一支嘛无好啊，像我就较早钱你会给拢啊断掉切掉了，它一段时间它还可以长回来，可以长出来啊，它还可以长出来啊。哎呀。所以得讲，那是做料不好的话，就是先收起来。但是因为你的基础还在嘛，对嘛，之后还是再继续再开的。对，伊只要你只身体够用，啊，只你的实力甲够，实力够好的时候，当你生出来只一直生在卡的时候，你可以去留比较简单。啊，管理我用中心管理啊，用这中心来管理他们。会当做到统收、统购、统发，哎呀，所以这个好处可以节省一些可以节省一点管理费用。管理费用，然后就是说一起采购的话，那个成本一起采购，降低。对，一起采购，一起用量去以量制价这样。所以这就让你的事业可以这样越做越大。有好处了，有好处也有坏处的。坏处得讲你种类太多。你等下花很多时间、很多精力去设立这一种模式、模组跟这些管理的一些条例。对，要用更多的心，因为毕竟是不一样的饮食嘛。没有错。所以，比如讲，我今摆今仔日情人节，情人节是西餐的大日子。你想讲叫我中餐的人，某什么人，你今日支援去西餐。较早的想法是，刚刚好像理论听起来是对的，但是是错的。为什么？你平日你就没有叫他去适应他的气象哦。你本来一个要帮忙，伊甲了一个，因为你袂晓伊爱甲你教，伊爱甲你教，你要等你教了，剩人家一个火车过分批啊。对，所以不。所以人家中餐如果大无用的时候，伊家你若讲200、200、300人去支援，来嘛是加无用的，嘛是没有真的是没有真的办法。所以我有开始就是一套就是讲。平时的时候多久，就是要有人会支援。你就平时要派几个人，固定做这些事情。就模式是慢慢磨练出来的嘛。当你都会了、都熟悉的时候，你马上派他去支援，你才知道嘛。对。所以我连管理那个厨房的事务也是一样。一段时间你是切菜的，你是煮菜的，你是挑菜的，我一段时间跟叫他们换工作。你过去做他做饭的，你才不会说一直你都做你的工作，突然间你要跳到那个工作，你不会做了。不会做但一开始很困难啊，你要改变这些人的困难，要慢慢去沟通到他们愿意接受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时代不一样了，管理的模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因为要跳脱出来，另外一种新思维、新概念，加我拢去定期改，这是新的结果。所以你懂，你就是一直保持要有新的思维、新的概念、新的创意，没有错，对不对？所以你的企业才会越来越大，然后版图越扩越到高雄、台北都有，对不对？现在这种时机真的是要用新的模式，真的，因为景气好有人赚钱，有人亏钱；景气不好有人赚钱，有人亏钱。对啊。只是他现在我常常讲说，最近这几年服务业越来越不好做，为什么？因为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多元，需求越来越大，但是它多元，所以他的生活为了我们是手机以后，我们科技带来我们人类的进步后，所有的思维跟他的行为都改变了，当然会影响他的想法跟他的购买嘛。现在的模式哪有现在以前我们都吃早餐，对不对？现在哪有吃早餐？现在是早午餐。对，早午餐。那现在哪有吃晚餐？你怎么混到下午跟晚餐一起吃？晚餐不吃了。所以这时代改变，你也要跟着附着个时代改变。为什么？不然你一直在卖早餐，你一定跟不上站，你会被淘汰。所以有些模式不是说你开下去都永远就是生意都很好，不一定。有时候要跟着时代去改，有的是不用改，你越老越好。对不对？对，要看状况。所以要去跟，应该我把它诠释说，爱对着时代，爱当满足着消费者的需求。对。伊需求在改变，你一定爱去找伊上大需求，去符合伊的需求，你才能过一当生存。无，你就往生存啊。
所以我常咧讲一句话讲，要创造被顾客利用的价值。伊若当然无要利用你俗，伊嘛无要来啊。伊若无要利用你是好食，伊嘛无要来啊。对。包括即摆讲爱好停车方便嘛，拢利用你方便啊，有啊。这拢是爱创你爱去甲你的劣势改成优势，互伊感觉伊就是要来利用你遮，伊毋则要来找你，啊无伊找你用啊，对不对？是不是？对。所以你看，就是讲景气好歹吼，有人开餐厅会趁钱，同款嘛有人开餐厅会了钱。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说，哇，李董，你自开这个餐厅开始吼，就这样一帆风顺，然后怎么餐厅越开越大。但是其实这中间你敢是有拄过什么款的困难？一定有嘛，对不？有啦，嘿，足侪啦。有足侪吗？咱回想较早有无？咱就是该SARS，你SARS 还有够严重。SARS 应该严重甲，应该若讲下大拢有印象啦。因为SARS 迄个时代是发生了时阵，餐厅是一天无一桌人客咧。互来好，你面对啊，细间的较无问题哦。你大间迄阵啊，阮几啊间啊，足侪间。啊，你免啊？对啊。薪水要花。那迄阵啊，足侪人就是选择安那，选择是领半薪，啊是选择互休困，啊反正就员工休困，啊所以你员工伊嘛爱个伊生活咧，你无薪水，伊就走去别个食头路啊，所以迄阵啊上困苦的时阵啊，就是我坚持就是拢无互员工领半薪。我人拢领全薪，因为因大咱家己为甚至为大家以前爱领钱爱生活，伊爱有厝贷有啥物车贷，啥物嘛爱迄个啊，所以几啊个月啊，员工问我你安尼到底会过袂？我讲搁冻3个月，若无过都爱忍啊。迄阵你有了足侪钱？每一个月几啊百万，拢无收入无，拢一个月拢无收入无，迄阵啊完全是拢无收入的。好，你家在迄阵冻，我是冻过啦，所以迄阵心拢会担心，拢会惊。对，毋过像你，会当讲真的是很好的老板一般人就是说这样子我在赔钱了，我就员工就先请他不要来上班，结果你竟然都可以这么照顾员工。应该讲啦，因为员工是咱的资产啦，伊员工就是讲咱爱互伊，好的员工咱一定是爱甲支持啊，所以我一直，阮员工有啥问题，我拢甲因讲一句讲，有啥物代志拢讲，我拢当做会甲帮你处理。你像阮公司总经理嘛是伫，我员工公司第一个员工啊，工读生做甲出啊。这个变总经理。遐部长啦，遐协理拢是为学生时代开始做工读来做正职到即摆，阮。算老员工，我算真济啊。是所以其实一个企业要成功，来对人的管理这一部分也很重要。我们知道说那个李董，你对这个员工很好以外，其实你也常做公益，对不对？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做公益？而且其实你不太想让人家知道，对不对？我是有一个不成文，就是讲每年我来要求公司总部爱找1件事或2件事来去做，所以我每年在年底，我一定是。或许我较早拢有那些会去老人院啊、孤儿院啊，每年就是找一些不一样的话题，需要我们去做的才去做。所以我们像阮这几档这2年就拢开始，阮每半年做到即摆员工拢家己会去想要主动去做。举例来讲，阮去年到去年去，因为我即摆拢有跑步的习惯嘛，有时候跑一跑，我伫咧像咱迄个渔光岛遐，月湾遐，迄足侪钓，较早拢无钓客嘛，即摆钓客有够济，所以即摆遐像即摆那1、2个月就无看，粪扫当啊一堆你了。对。所以我捌招因大家去捡1、2百个去捡，透早天袂过来去捡粪扫，捡来去转去上班。去种摊。家己去种摊诶，捡了，其实因即摆家己嘛感觉做有意义，所以第2次咧接人会比第1次较济的，表示讲他们会认同。你无你愈少人愈无认同，愈少人愈少啊。就是有认同才会参加。所以我去招其他阮伫遐跑步的人来搭迄个共襄盛举大家其实即摆要做遮个公益人，我真侪啦。对，
所以其实真的要像那个李董这样子，就是说自己事业有成以后，还愿意回馈给社会。好，那李董就是最后我想要请教你，其实恁东真正是愈做愈大，然后这个版图越来越扩展，然后也是越来越多角化的经营。你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展望吗？我即卖可能我这种拢是较大型的店，对，拢大型店。我即卖除了庙，我拢即卖去继续开宴会厅以外，我即卖有用合资，因为我即卖本身是台南烹饪工会理事长，我阁是全国这个连锁协会理事长。我即卖就嘛有跟日本合作，咧做一寡遐连锁，开始拢咧做连锁店，就是我即卖一间Joyful，即卖嘛开5间啊。所以即卖慢慢应该在今年底或明年会开回来台南。那另外Joyful那个生意很好哦，还可以，它比较单价比较低，比较平价，比较亲民啊。未来应该庶民经济的啦，你东西卖太贵，也不一定说，对，未来一定会是你要便宜好吃，要快速。它才是王道，所以这是一个趋势，庶民经济。那另外一个我合作一个品牌叫做哈多沃夫，就是海德沃夫，伊一家是做迄个环保二手的，而且就是日本有900多家，今麦你桃园开第1家，我可能预计在今年底，今年在10月份的时候，不要9月10月会开第2家，在中华东路应该会开第2家，所以现在未来的是讲它朝向的是讲合作品牌合作，啊，做连锁啊，这样会趋势会比较快。对，好，那最后我想李董你应该有一些自己的名言啊，像你头话都有讲的，我们要创造自己被那个顾客利用的价值等等的，什么名言再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做最后一个分享。我才名言。系啊，你的名言我的名言伫我的赖顶完都有啊。嘿，来。我的名言是讲要利用时间，不要被时间利用。要当时间的主人，不要当时间的奴隶。所以这个对你来讲，就是对你的人生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对，我是觉得时间是我们去管理的啦。我们去管理我们时间，不是时间来管理你。你要去利用它，你要利用它这个小时要做什么，然后下个小时做什么，你要把它排好、规划好。你是当主人，不要当他奴隶。我无闲，我做不完，我无时间啦，安怎？应该拢是借口。借口啦，所以讲鼓励讲大家，其实时间大家拢知，但是要甲运用，要甲时间好好利用，应该知易行难。对。知大家要做拢真困难。所以重点就是真的要好好去规划，好好去做，对不对？大家利用为社会做一块代志啦。好哇，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李董到我们节目当中。哇，李董，你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很多这个经营跟人生的方向，包括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去规划自己，利用时间，对不对？然后你也要讲出说，哇，你怎样去经营你的这个，然后刻苦耐劳等等的。我想很多观众朋友听了之后会觉得说，其实咱被成功不是就是凭空的，对不对？人家是也透过很多的努力，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李董就是说跟得上时代。对不对？就是说，李董他真的是可以看得到说，现在时代流行什么？你不要说要一味一成不变，对不对？哇，都要创新，要创新，要创新。对啊，所以这也是李董的名言之一啦，真的。哇，好，今天咱再次感谢李董到节目当中，谢谢你。谢谢新妹妹，谢谢。我感谢咱观众朋友收看《市民时下》这部底下各一段了，咱再会。